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今仔日呢，咱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的是媒体识读，也就是媒体素养。因为现主时呢，科技进步，网络甲媒体嘛非常的发达，而且呢，大家拢人手一机哦，随时呢拢会当接触到足侪新闻啊，佮有消息。但是这么侪新闻佮消息，你敢知影倒一项是真的，倒一项是假？尤其呢，即马佮融入了 AI 的科技哦，真假更是难分。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两位贵宾哦，要甲大家来讲这个媒体识读、媒体素养，互大家清楚来了解。然后呢，唔通吼被一寡假消息、假新闻来误导，甚至被诈骗哦。好，咱节目一开始就来介绍今仔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咱台南旗舰户东区的区长黄秉元黄区长，欢迎你。主持人还有我们院长以及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我们的区长。接下来这位是我们一所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院长侯正南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侯正南。欢迎两位贵宾哦。好，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喽。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哈，咱这个教育部就有这个有关于媒体识读的这个政策白皮书。所以，有迄个时阵开始呢，那都在监护单位啊，还有我们民间单位，尤其是我们公司啊，也都是一直在推动这个媒体识读。但是呢，推动这么久的来哈。今嘛加上这个科技真的很进步，尤其是 AI 的发展哦，哇，真的是非常的进步啦。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媒体识读跟以前的媒体识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节目一开始先来请教我们的教授。其实这是一个足趣味的一个问题吼，要感谢主持人，安尼甲第一个发言的这个机会好啊。其实阮伫大学咧教册，其实拢会拄到足侪迄个科技，因为科技，然后一直在进步。对。进步之后，阮的课程都要有在所有的改变。就一直调整哦。对，好辛苦了。十当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戴胜义，唔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迄个王品集团的董事长戴胜义，十当前。要看，今嘛迄个咱的餐饮这个相关的科系突然间萎缩了，什么会开始啊？对，咱的 AI， 这个物件，所以讲即马所有大学拢是咧发展这个 AI 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就像主持人你准讲的安尼 ，AI 进步了后，其实足进步，啊嘛足方便，啊嘛刚刚做这画面也好啊，声音也好啊，讲这节目内容也好，拢突然间愈来愈趣味。对。但是这个像我一支刀小小哦，这支刀你会当采迄个切迄个水果，按个买当开人。所以其实 AI 我有这个问题，这个出现吼。比如讲，我这用这个图片好啊，这个图片是我家己变做一个相片伫遮。是。啊，各位你会当看吼，因为我遮是一个电脑，这个电脑，然后呢，我要用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虽然是一个风开天，按我嘛是做拍拼来准备这个报告，但是我拍拼做这个工课的时阵呢，我嘛做思念讲咱的远方这个大家朋友啊、亲戚啊，什么货，哎，该做感动。啊，个呢，我各位讲这个熟悉是什么货啊？熟悉。这熟悉，其实迄一天我爱食日本料理。这日本料理，我甲日本料理用 AI 甲伊变做像一个电脑，安尼像做拍饼啊做工课烧香。真的看不出来。对，现在你在吃日本料理。其实我是咧食日本料理，不是咧做工课做一些拍饼。不是那么辛苦的工作啦。啊，你啊想讲，这就一个诈骗，因为咱做做迄个阿祖妈，是咱做做迄个咱加拉卡迄个长辈吼，因为他拢咧去汇钱的时阵，讲要互一个啥物伊拉克的啊，还是美国的啥物军官。对，啊用咱咧像规个人像乱来烧香，其实这拢是因为即摆 AI 的科技发展了后，然后突然间你一个相片就会当安尼做足侪不同的变造，这个假象，其实按个我讲咱人吼，有的人咱做需要一个亲情也好啊，友情也好啊，恋爱也好，因为这是做空虚的，所以咱就一个就跳进去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咱现代人真正爱，就像主持人你讲的，迄个媒体素养，这个物件吼，其实咱大家拢做重要、做需要的。所以其实我看咱 AI 会当发展了安尼，
黄仁勋是咱一个台南的骄傲嘛。对。按个 AI 到底要怎面对这个科技，其实是咱一定要去正视、要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对啊，所以你看，大家那个我们教授啊，刚才明明在吃日本料理，结果一改用这工做领经底下咧拍电脑在工作结果大家都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样子去改变用 AI 科技啊。去变了以后，然后再去诈骗民众。所以呢，我们民众虽然我们那时候看不出来，但是教授跟我们讲了以后，你就会有时候就是要怀疑一下，要先抱持着怀疑啦。你那些没去用骗嘛？你也想讲，这个图片到底是合成的呢？可以合成的这么真，然后我都根本很难分辨真真假假。哇，对啊，所以教授要再请问你，所以面临这样的时代的话，我们在推动媒体识读是不是更加困难？会面临什么挑战？真正是我感觉是当年拢爱改变拢爱一直 upgrade level up， 所以拢爱愈来愈精进所以变做阮以前其实拢大家关心电视，或是关心这个 email。或者说这种室内电话的这些诈骗，那么起码因为咱大概就想讲好，因为我的老家是伫北门，台南的北门，阮北门遐其实一个风灾足惨的，对，足惨的。过我因为拢行长辈安尼，拢足需要什么话，因上需要的其实是这个物件，叫做手机啊，手机啊，原来是因为阮有2礼拜拢无迄个。讯息对啊，那个通讯有讯号有问题，所以一定做依赖这个所谓这个手机啊，因为手机啊每天都有长辈图，都有问候，然后每天都有拍开一个 Line 也好，这种通讯软体，如果说脸书也好，甚至 IG 也好，其实迄种是逐工作重要的物件。我讲这不仅仅是长辈啦。其实咱少年人嘛是相像，因为像现在少年人，有什么短影音啊、TikTok， 什么会必须要看，每天必须的东西，所以毕竟这个就变成我们在课程里面也必须要放进去，因为这个所谓的一个 AI 之后，其实假讯息，尤其是这种所谓的一个变造出来的讯息，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多了，然后这越来越多，其实咱基本上拢是一个素食主义啊。有啥物讯息，咱就接收。咱就像主持人你阵讲的，就是讲，当然，咱一定爱先思考一下，这是真的假，而且不要转传。对。因为咱基本上做惊的，就是有人马上转传。我说最近一个例子最重要的就是讲什么休息站，不要超速，因为那个超速会造成一个最几千块，加起来就万几块。我想区长应该有收到这个讯息好多哦。那结果。而且我有一个中官他还写说是朋友转传，刮胡比等于讲比做安尼有一万负责任。过这经查证之后是的假讯息，因为真实的讯息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咱基本上就像主持人还有区长，其实呢大概其实都看到讯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存怀疑，每当讲马上会讲这是真的，咱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讯息是安怎来，然后再熟客，然后熟客了，咱个想讲，个懂的，然后去确定一下这是真的要假。我感觉这是咱即马一个很重要 AI 时代以前的媒体素养啊。对，所以媒体素养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记住你其实要心存怀疑，然后要去求证啊，才不会被诈骗。不然现在诈骗真的太严重了，我们待会会来谈好，那今年的3尾婚其实我们全国有很多的区长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共委会说寄来的一封什么信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什么图片？这个我们有打过马赛克了，是不是看起来是电视不宜播嘛？但是也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用来跟大家做提醒的。这个信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场的一位也是受害者，我们区长有接到，但是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就是没有长眼睛。他不晓得我们区长以前就是警察出身的啊，对不对？我们带过空中警察队，当过所长啊，对，派出所所长，哇。这个怎么可能会骗得倒我们？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那里哭掉第一时间先跟太座报告。因为他自己很有信心，他没做过这种事嘛。来，你看这个它里面还写说，
我们要赶快尽快，这一看就是那个简体字嘛，对不对？哦，如果想要尽快处理，他还有留下微信呢，然后还有联系电话哎。然后看完哈，他说快一点哦，超过时间我赶快就在抖音里面给你举报，要给你曝光了，你来看就对了。来，区长，我们来谈一下当初你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你刚好惊一条。是哦，我想这是伫今年大概3月迄阵啦，直接吼对中国这边吼直接寄过来咱东区的区公所啦吼。对。第一时间阮秘书客互我吼，我嘛我怀疑吼，所以像头仔咧讲的，你第一看到一定要去怀疑，你看到伊简体字。看了，奇怪，大陆寄互你，我想讲回想一下，我捌去过大陆，但我去带囡仔去啊，带囡仔过去大陆，但迄个故意前的代志啊啦吼。我想讲大陆并无亲人住伫迄边啊，所以你第一个怀疑一定个重要。然后我给掠去，看到这个照片了，我第一个感觉是那遮好笑啦，吼，那遮好笑，对啊，因为边仔拄啊好有迄个民众来遮咧讲一寡代志咧洽公吼，所以第一时间我就把它拿给他看，他也觉得那会安呢，那会安呢。对啊，所以迄个时阵吼，我才会感觉讲，是毋是爱甲即个资讯，互大家人知影，互大家人知影吼，我一直感觉讲吼，其实即个诈骗的手法一直推陈出新，那个像咱头仔院长在讲的吼，他推陈出新，所以每一套拢有伊变化的所在。像咱最近来讲啦，吼，咱讲咱去到洪灾的部分哦，伫咧客家吼，这是真正伫报纸发生的代志哦，现实生活上发生的代志。大家拢知影讲，即马救灾的时间哦，咱有当时啊，迄个厝去歹去吹去，对无？啊，咱找无工，我想这伫咱溪北这边，我海边这边，大家应该拢有这个感受。对。咱请无工，但是伫网络上面，有人利用安尼讲哦，我来讲，甲你看，你这差不多爱偌济钱，互你交钱了后，伊无来甲你用的，这嘛是算一种诈骗。毋过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较紧的时间吼，就伫迄1-2礼拜来个破获啊。当然，这消息可是要互大家人知影，无咱这个灾民呢受到2次的伤害。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才会讲，一定要把这个代志拢讲出来。所以迄阵我才会讲出来吼，现身说法，就大家人知影，甲讲个破，和大家莫去受骗。对啊，因为你看哦，虽然他就是这边看起来是打马赛克，对不对？但实际上他是把区长的脸哦PO到这上面，所以它是一个不雅合成照。这边我们是因为就有做效果，因为太多人收到了，所以就马赛克。但这边PO了，弄得很像真的，对不对？对。所以区长也莫名其妙说啊，这一定是骗人的，因为区长就没有做过这种事。但是呢，他记了这么多的区长，那有些区长可能也不一定啊，他真的会吓到说，我竟然被拍到，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他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恐吓你们吗？我想，诈骗其实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他可能我们都会认为说他所花费的可能就是一个邮递费而已，但他乱枪打鸟，就像一通诈骗的电话修港吼，一通的诈骗电话可能只有1块钱、2块钱而已，但是他如果说真的，他打100通，有1通上钩的，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去注意这个问题。对啊，因为它里面有讲说，去联络他的微信，还留下联络电话。那其实诈骗集团就是这种手法，就是你可能100通里面1-2个相信我，他就可以诈骗你很多金钱呢，对不对，教授？因为你知道，因为要招生最重要，所以所有个人资讯，那么师资介绍下卡弄 email， 那个我的名字上照片拢伫顶面。对。所以呢，我常常接到的是其实是 email 呢，就甲你写有中文的，嘛有英语的，就讲你伫网络上面那个不良的行为，讲你偷看上面色情影片，那上面你做了什么动作，我们都已经拍下来了。所以呢。你如果说在几月几号之前，没有在几天之前没有汇比特币，他还强调比特币汇到这个账号的话，我就要公诸于世。其实我头逐个月拢有拄到这种 email， 这么多的 email， 还有中文、英语拢有，而且就是讲，常常我若拄到的讲，伊个讯息，咱来讲讯息。也写信息，伊那个相信的信，然后咱会讲影片，也写讲什么视频，视频对，大陆用法。所以一听就知影，就讲古你有迄阵讲的，足侪迄个名词一看就知影讲，迄底下是对倒来的就对啊。所以其实
连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诈骗的迄个，对啊，就看愿者上钩嘛。阮像这种讲去找航班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嘛，都不用去想那么多。对啊，那如果稍微有做过的人，他可能会心虚。伊就是要呢愿者上钩的迄个啊。对，真的呢，这样随便可能100个里面有好几个会上钩哈。所以我想，不只是区长或是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一样的情形啊。拄到这个像那一群讲的，就是你宁可一笑置之。除了你自己真的有做过这个事情的话，你家己都爱较惊哀。哥，其实像我们的话，我们就坦荡荡了，其实就不用去想那么多。我们就知道是诈骗嘛，对不对？好，那区长，我们知道说之前好像我们台南市有很多像南区啊，还有之前你上一届的东区，有那种像那个赖啊，被人家盗用账号，是，对不对？然后也很多人被骗，是不是？对这个部分呢，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就算我们非常亲近的朋友啦，比方说林囡仔啦。还是讲，你的孙啊啦，甚至你的爸爸妈妈啦，你的太太，有当下赖和你爱个确认一下，有当这个文字出来了，你实在是唔知影讲这个部分到底是唔是真正你这个亲情要找你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你要看到有关于钱的部分，一定要去注意的。一定要去注意。我想，诈骗的手法真正是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呐。如果以现在目前我们台南市警察局这边的一个统计数据上济起码是投资诈骗是上济。投资诈骗是上济，它占3成，但是伊的金额差不多占7成的金额，就诈骗金额里面7成都是属于投资诈骗这一块。另外就是咱像拢会网络购物，即摆网络时代，大家伫厝里撸手机啊。就开始买物件，这个部分嘛，更容易去人诈骗，所以一定要去注意。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咱的土地买卖啦，包括咱一寡迄个房屋中介啦、土地买卖，也是讲咱买物件了一个分期的部分伊讲歹势，阮操作错误所以这个分期就来啊。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啦，所以我感觉方法一直在更新，拜托大家一定要稍等一下，先想一下然后问一下，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请教我们的教授啦，就是说目前可能让很多的假新闻、假消息，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分辨呢？像我就会去看了一些目前前10名呐，就很容易在网络上啊流传那个谣言，包括说我觉得蛮奇怪的，就是民企电费分3段式，洗衣服和开冷气要注意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人说。乐苦瓜杀癌细胞，所以苦瓜汁吃的能够治癌，所以这是医药方面，就是不管什么方面都有生活方面的，然后它还结合时事，然后还有说开车不要吃麦香鸡汉堡，吃完酒测不会过，这是要诽谤某些那个卖麦香鸡的人，让他们不要卖，就有一些很奇奇怪怪，但是有些民众还会一直在那边传说赶快传给你，让你知道这个消息，不要被那个酒测不过。等等的，所以呢，其实一般民众他很难去辨别说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尤其很多人传的时候，他更会误以为说是真的。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辨别这个假新闻跟假消息？那我们来请教教授。其实我都趣味拢在讲今麦这新闻其实有1半以上都是假消息，就是网络上媒体看到的一半，对不对？因为我家己是读新闻系的我新闻系我以前标题一定都爱看就知影讲，这个新闻里的内容到底是在写啥？人事实地物的重点啊，人事实地物，WEH 拢是伫爱红知影。可你看你即摆，尤其你也是脸书的话，来讲 IG 的话，你也看迄个，拢有一个方块。而且方块的写几个字，那些字其实都不明不白。对。然后想讲，这到底现在等它按下去，就很好奇呀，他就会觉得好像受骗的感觉，就觉得这哪是新闻呢？这是什么讯息？但我觉得这就是抓住人心。由于主持人李准讲的，健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注意健康的东西，不便宜别打刚刚行李也好。对啊。然后所谓的金钱也好，或者说一些生活小常识，其实东西人每天都会必须遇到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讯息其实就是要抓住我们的心理，然后抓住我们这种所谓的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健康，或者说能够生活小常识，甚至是省钱的知识有哪些，或甚至是有一些可能。花钱，然后这个可能怎样可能会花大钱，对，所以这都是我们每天这种柴米油盐会
很想知道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碎事、小常识也好。所以因为这他抓住我们的心理之后，所以你要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每天上那个脸书啊，或者说每天看讯息哈，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些比较就是绝对不是政治方面，反而是一个我们每天都生活方面的，这样子一个讯息是最吸引我们。对啊。然后我们就会去就这种落入了这样子的那个，比如说好了，我刚才苦定我讲的哦，我几来做触笔的哦，我自己的亲戚最近遇到了诈骗，300万都无伊，300万，嘿，300万，按个你看，你想讲是手机啊，还是？什么什么赖啊赖什么无？不是，不是手机啊，什么回事？室内电话，就是咱那062什么回，迄种电话卡去处理，然后你知道都是那种老掉牙的。之前的诈骗呢，又流行回来。我是地检署，什么回？啊，你的考折红迄个啊，现在你知道吗？他真的受骗了，然后那个车手真的是跟他去那所谓的一个ATM， 去买去领钱，买做迄个转账，因为安尼300万就无伊啊。所以我讲大概吼，咱即摆讲 AI 好啊，安个即摆咱这要甲你迄个骗钱的人足跳的。因为大概即摆重点拢伫 AI 啊，是啥物手机啊，个无想着讲即摆我有一群诈骗集团，反而是又回到那个电话传统的手法。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主要一个没有变的，其实就是他想要抓住每个民众的心理，就是怎样的民众心理是最容易受骗的。对，所以他们就抓住这种所谓的受骗的心理，然后去做各种伎俩。我感觉这是咱即摆一定爱红的，就是讲。对迄上传统的这个室内电话，然后到今嘛所谓的一个 AI 这手机啊，其实每一个内容，其实我们都必须要警觉，也要去做相关的一个注意啊。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多看多听一些就是真正的新闻，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节目，会跟大家说明说，到底什么情况是真的，什么情况是假的。对啊，有些很多咱做者，尤其是做者中辈那我们知呀嘛哈，我们知呀的容易讲求度假，我们教授的亲戚就这样子，因为修的300万嘞。对啊，我的账户这样被他盗怎么办？结果反而真的是把钱转出去了，哇！其实这种情况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来请教区长原来杂工，其实我们调查了一下资料，2024年我们全国因为呢这个诈骗金额高达多少？1300多亿，哇，这个天文数字1300多亿，然后大家辛苦的钱一生的积蓄啊，所有的财产就这样被骗了。所以这个诈骗真的很严重啊！所以我们区长其实也是代表我们政府单位。是。目前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诈骗的状况，我们台南市有哪些作为嘛？是我就我回应一下老师他在讲的部分因为讲真诶，咱即啊传统的电话内底咱一般来讲少年的可能袂去顾迄个电话，所以通常伫厝里拢是规划咱的长辈，所以接到电话拢咱长辈，有当时咱的长辈咱的。相关的迄个，因为咱的讯息会较少，所以有当时咱会惊，咱会惊吓，所以这部分真正拜托咱这的长辈一定接到安尼的电话你就莫插伊，无你就是等你囡仔倒来，无你就是去喊邻居啦，还是讲咱的领长啦、里长，大家去讲一下，去讲一下这个代志，过来联络嘛，搁袂赴，嘛还搁会赴啦无就是讲像咱永春咱有一寡迄个恐吓的诈骗，讲你的囡仔即马安怎伫我手里咧搞偌济钱来，这是较早迄阵的一寡诈骗来，即马敢有效？嘛是要够好，所以嘛是有人会去安骗去所以其实伫阮东区来讲说真的，我们在个例里面不是拢会3不5时啦，拢会听到加300啦、400、500啊。但是我要甲大家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就是讲你互人骗，你不是讲你是受害者，所以你要出来讲。所以我们的诈骗案件里面，它的黑数是蛮高的当然想讲个歹势，我哪去人骗去啦，我哪去蒙啦，对不对？对，所以那个黑数是非常的高的，所以隐性的黑数很高。所以我这边我就是会在加甲呼吁包括像阮家己东区，阮就是安尼做，阮的里长、阮的邻长，就是阮的反诈骗的一个重要的点是重要的点除了咱事前爱去甲这个诈骗的防诈骗的一寡技巧，伫个不断的活动内底，包括像咱的一寡社区的活动啦，还是咱的一寡关怀据点啦，还是咱立办的活动内底去宣导以外，会透过咱的里长甲邻长去关心。我上惊的就是一件代志，就是像咱头啊教授还是咱主持人在讲的
咱去人骗去了后，可能这是你一辈子的积蓄，500万无去，我可能我退休金，啊，我老啊，我要安怎啊？所以我就一直跟里长报告说，这个部分一定要给他关怀，你唔好互伊想袂开，会变成2次的伤害。所以这是今嘛目前吼，阮伫个社区也是讲里内底积极在做的部分。另外吼，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吼，咱会感觉咱诈骗的部分，它从事前、事中跟事后啦吼。事前呢，就比如说防诈骗，可是咱像咱咧打疫苗相共吼，咱这个疫苗爱做吼，可是咱这个防诈骗的技巧爱有啦吼。透过咱安尼一个节目，透过咱的一寡活动的宣导，和大家有安尼意思。事中就是咱看到这个物件时，咱一定要有警觉心，一定要有警觉心吼，爱去怀疑，爱去求证，爱去问看卖的。事后如果真的有发生安尼的代志，拜托大家警察机关佮伫咱的边啊，吼，一定要去报案，一定要做这个代志。另外当然啦，咱市政府透过包括咱的横向联系的部分，包括咱的民警啦、吼民政啦、社政机关。然后，咱的财政税务机关、金融机关，以及相关的地震机关，以及民间的相关的一个组织哈，对，包括咱请去银行啦、咱去 7啦、去提款机这部分吼，阮拢有含伊直接的联系吼，拢有政府部门拢有这一个联系吼，随时个这资讯大家互通有无啦。像咱台南市吼，我想有一个非常新嘛是咱台湾首创的吼，就是咱的 AI 的。口罩 ATM 的一个辨识系统吼，甲伊讲吼，你若准去，你若准脱口罩无脱啦吼，你口罩无脱，是讲你安全帽是戴安全帽，伊个叫吼，咧行员呐是讲伫 7内底，伫迄个便利超商内底，即个大家家去注意嘛吼，这样客起来，其实伊的面个照着。叶兵就对，所以有一寡车手个去，因为安尼而破案。我想这种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对啊，所以区长哦，就是目前在东区这方面其实做的蛮不错的。很多人因为一生的积蓄，然后钱被骗了，后边真正想袂开呢。所以这个时阵真要多给他关怀。那当然，那里想讲吼，输在那当股红上重要哈。拄则来讲，区长有讲，我们老大人的这个电话不用那么急哈，不要说担心什么，你回家问问别人。但是我觉得哈，像讲咱家里是谁孙呐，你有闲的爱甲一寡诈骗的吼，一寡手法。用这个故事讲给你阿公阿嬷去听，因为他们平常比较少接触一些什么新闻啊跟讯息哈，所以呢，你如果讲给他听，他心里有一个底。就这个情况我听人家讲过哦，肯定是假的，在讲骗的。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没想做金的嘛，亲像阮都把一寡厝边隔壁的姐姐讲吼，那个就80几岁的老太太，然后她家里就是突然接到讲，恁孙啊今嘛吼欠我钱，所以我要给等卡等手，你今嘛马上给我10万。她真的以为是真的，因为那个声音吼，然后她就有人在旁边哎呀，阿妈救我啊，就弄得很像，也是用 AI 之类的。结果她打电话去给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刚好在科技那个厂上班，不能带手机，不能用手机，白天接不到电话，然后就是真的要去汇，但是阿嬷没有钱呐，所以他就是刚好就打给谁说，你去帮我汇什么钱，才被阻止下来。那今天如果阿嬷有钱，是不是就被骗了？刚好很幸运的阿嬷没有钱，他就说去帮我汇个10万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还是真的很多，就跟教授讲的啊，就是打电话骗老大人的很多啦，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哦。所以教授。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媒体识读方面，其实你要说要教我们这些老大人，你都是教学生嘛？对啊。对，老大人是不是要透过我们的学生去教给老大人？其实我举一个我最近一个例子哦，我一般全部都是越南的同学，然后那个课程其实我们是要词曲创作，而且要唱歌，所以呢，我们就用了一个这一次我们用的是 AI， 所以你每个人其实都必须要创造中文歌词，然后呢要曲，然后再加上所谓的一个演唱，就演唱中文，是，因为因中文其实不是很好，做恐怖每个人创作出来之后，哇，都比我唱的还好，而且中文啊那个词曲啊。都写了好像方文山的那个等级的、那个，所以都是 AI 做的。对，所以刚才主持人跟区长迄阵咱讲的，其实有时候咱长辈吼，你接到的电话，那个声音，有当时啊，不是伊的声音，伊本来应该是查某的，可伊会当用 AI 变成查甫的，然后呢，它可以变造了很多很多，甚至是连那语气也好，甚至是那个讲话的方式，甚至是你就是我冇处理嘛，等于。
问一个系主任英语无啥好，所以他在做那种英文的自我介绍，他用 AI 英语跟我下掉哦。所以其实现在你接的电话哈，就像刚才股长还有主持人讲的，就是讲懂诶，慢慢来，卖着急，然后呢多方面的求证，或者说包括我家己啦，我家己拢会安尼笑诶，我就把它挂断了。比如我刚刚，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但是绝对不要中他的计，就是你参嘛，你用大鱼又上钩了，因想加一安呢，等于讲你又越相信他，然后他越高兴，所以宁可就是我们慢慢思考一下，甚至是你就马上就是把它挂断。就我妈妈大概拄着拢甲挂断，我刚刚我妈妈讲你真棒真好，对，就是爱安呢。那我觉得是，就像我们在一个沟通的一个规则中，停看听。其实我要停看听最重要了，因为就像我们在过马路一样，停看听。就是我们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也应该要停看听。那我觉得这3个口诀其实是一直我教我爸爸、我妈妈这种长辈，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slow， 就是这样子慢慢，就是不要一下子就着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真的停看听哦，我们从小朋友就知道过马路停看听，所以现在不管，其实很多事情都适用停看听哦，这个口诀大家记一下哈。好，那刚才区长你有讲到哈，基本上做这诈骗都是一个投资。所以利用大家想要投资的心态，但是那个投资的很多人都被骗那个几千万上亿的所以这个投资诈骗跟网络购物，其实网络购物真的很多人被诈骗。对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区长也跟大家谈一下？对，这个部分我们给大家报告哦。其实投资拜托大家一定要找正常的管道。你唔好伫那点管伊甲你加一朋友，我和你来加掉，你嘛唔知我是啥，甚至有时候就像老师头在讲你也唔知我查甫还查某的啊，系啊，你敢知我是啥物人？我做对，你嘛拢唔知，我好看我想要报你，对不？你对我不了解，我想要报你，我跟你的处理好啊，处理人我报你要创啥？所以这个你也要投资，一定要伫正常的管道去做投资，这个部分一定要做注意。另外购物的部分，讲真，我家己嘛拢会去你购物，但是我购物我一定选择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平台的部分因为至少有第三方的一个保证，然后他会去帮你把关这些。但是事后尤其是咱得个注意到，迄个你购物完之后，有当时咱的资料可能个出去啊，一个反向的来跟你讲歹势，因为你头先付的钱出现什么问题，还是讲你要一道支付啦我甲你用对分期去所以你爱甲账户安怎，你爱甲钱安怎来处理，还是讲。甚至有一些他可能比方说投资的部分，他可能先给你一些甜头，慢慢的引你上钩。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爱注意。另外我拢一直在感觉像我伫社区内底拢一直在感觉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像咱即马我拢会教老人要安怎去使用这个手机、手机我开个一课我开个一课嘛，个一咱的长辈非常爱来参加，但我拢会甲老师拜托讲，老师歹势你咧教之前还是讲你教了的时阵，你一定爱甲一寡防诈骗的观念，一定爱来和咱家的长辈了解。所以真的不当的连结、不当的网站，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无你记落可能你的个资就出去因为咱即马手机有当时拢会绑咱的一寡行动支付啦，我们的什么配一堆然后有时候你自己你也配得出去你得付出去所以这部分一定要去注意。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像其实我们公司也都会出去推广那个媒体识读，然后很多长辈就是很喜欢人家教他手机，因为伊讲我伫厝内袂晓用手机我的孙我后生拢看我无，所以嘛要甲学他会晓用。但是区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今天要教会长辈使用，不管你是谁，教他以后，你一定要再顺便跟他讲说，你有可能这个赖内底有可能去用诈骗什么物件你内底有什么来配之类的，你有可能会买钱会赚出来这一定要甲长辈讲，你茫讲你甲伊教手机也会晓结果呢，伊都要去用骗钱你就害着伊所以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教教授，其实咱讲的媒体识读嘛，那现在就是说，哇，这个网络这个崛起，然后之后呢，就有很多网红。然后还有很多自媒体那其实媒体都百家争鸣嘛，对不对？然后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什么内容农场的文章之类的。那你觉得说金马金亚公你面对这些你要去判断这个真新闻、假新闻、真消息、假消息，真的很难这个要怎么办呢？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因为我是 NCC 的咨询委员嘛，所以我们常常要去
去所谓的开会，然后去处理，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个投诉案件、检举案件，然后基本上现在 NCC 可以管的其实都是所谓的一个电视方面的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对，所以有什么管不到？网络，对呀，网络是管不到的，是真的管不到。所以其实我们检举一些新闻内容，或者说一些电视内容，其实是可以，我们就要开始去讨论，然后看根据什么广播电视法，然后必须要符合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要罚款，甚至是就最严重，还有所谓的关台，就像上次的例子。但是网络这一块，其实我自己遇过一个，因为我很喜欢穿 polo， 就是那个马球的那个衣服，所以有一次我在我的脸书上面看一件200块，太便宜了吧？然后200块，然后他写的好像用一个什么意大世界，不是吧？没有，那 polo 那么贵，对，我想说再点进去，我就觉得怪怪的，就说怀疑很重要，你知道吗？那怀疑，所以我就懂我不能够马上买。然后就把它当作就笑话一次嘛，但是没想到过几天之后，义大世界就刚好我看到的那个画面打了一个叉，说这个是诈骗的，请大家不要上当。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网络上面有一些购物，然后会觉得好像很便宜什么，这有时候反而它有一点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所谓的钓鱼。就是我们把网络的，就我们自己的一些资讯填写在上面，他们可以拿这些资讯去卖钱，或者说他们刚好是一个钓鱼的一个网站之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个去做相关的一个又是诈骗的相关这样一个方式，或是盗用你的账号之类的，对，都有可能，就有被盗用过。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如果说你是在网络上面购物，真的必须去思考，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像Momo 那样子的一个公司，对，而且要确定是真Momo还是假Momo，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网络世界，因为在台湾整个网络虽然说有所谓的一个数位这样子的一个部门去管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整个法律还没有说非常的周全，尤其是那种就是所谓外国的网站，或是外国就是这些所谓的一个社群网站，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范。所以呢，其实现在虽然我们有消保官，然后有所谓的消基会，有这些相关的消费者的保护的一个机构，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管到这些相关的一个所谓的境外在这边的一个购物网站的部分，所以大家真的必须要怀疑，然后去看清楚，你确定它是真的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购物网站，然后再去购物，不然的话，真的就像我一样。我就差一点被诈骗了，我觉得那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很慎重。对啊，哇，那个价差太大了。对，太大了，本来2000块变100多块，我都觉得好想买。对啊，不止啊，那个都要3、5千，然后一个200块，怎么可能？想也知道就是骗人的啦。对啊，那他可能会透过这个，他不一定说有真的东西卖。对，搞不好他会说是平行。对，不是假货的问题而已，他还就是像我们刚才那个我们教授讲的，就是调你的资料，然后资料被盗了以后，真的超级麻烦的。所以这个网络时代现在目前可能这个要立法也有点困难，正在推动当中啦。但是这个要去管到这个整个网络世界，真的是哇！所以区长，你看现在我们如果有结合这种 AI 科技的，那你要去推广这个民众啊，是不是都会加入一些说你要注意讲现在科技做进步，因上面诈骗啊，基本上是无同款对不？对啊，其实诈骗手法一直在推陈出新。我头先我举迄个例子啊，就是灾区伊知你欠啥货，一个用什么来给你钓你，就拿这个东西来钓你。所以这部分我想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另外，我等下像咱高手在讲的吼，一寡资讯之外，你虽然是收方但是你有当下给卖出去啊，你就是受方。所以这个物件有可能错误讯息透过你就出去啊。所以一定要去注意，像我家己来讲啦。有当下我咧看，当然咱不是讲逐项拢白像他咧讲的啦，一寡医疗的部分啦吼，一寡养生的部分啦，其实讯息非常的多。不然咱伫这和那这些讯息内底去捞出那些正确的讯息，我讲这个重要，啊，因为即马。大概人手一只手机啊，吼！你若错误的物件，几百个出去，其实你就是一个传播者，吼！你所受众以外，你本身就是一个传播者啊。所以我啦，吼，所以我看到一寡资讯的时阵，吼，我感觉这个物件是我真正更要义、更注意的物件，我个会去咱的相关的一寡，咱的政府的一寡网站啦，像40团市场，对是这样子的一个
把它贴上去。其实即摆 AI 拢个方便哦，去大概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大概知影讲啊，这个部分大概是安怎一个情形啦吼。啊，另外嘛要甲大家报告去像它都有搁一个案例吼，有咱讲到搁一个案例，啊，伫咱的台南市政府哦，咱的警察局的相关的官网内底吼，其实伊嘛是拢会一直来甲一寡办案第一线的一寡案例，啊一寡当着的情形哦，拢会甲写起来。啊，所以吼，其实长辈伊可能无法度去看会到，但是吼，咱这时势伫咧厝里，也是讲伫营业的时阵，毋是讲追剧尔吼，有当时爱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爱来甲咱的长辈讲，吼，像我就是拢会安尼做吼，咱真正有当甲厝里的人利用下班的时间啊，甲妈妈啦、甲爸爸啊、甲长辈小讲一下，防止因诈骗，啊嘛袂互因害人惊吓。我想这个部分真正非常的重要。对，真的很重要所以教授，那像现在我们如果像你平常都会在推广这个媒体识读，因为你都在教授媒体识读嘛。那你觉得现在这种 AI 时代啊，你觉得建议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怎么做，可以把这个媒体识读甚至反诈骗做得更好？其实我感觉这是全民教育啊，全民教育比这讲教育部啊，还有内政部啊，其实包含市政府、县政府，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一起要那个，就是说从小学，甚至是幼稚园，甚至到那种所谓乐龄大学，其实我感觉都要有这样子一个教育，因为大家那种手机啊。因为今晚无手机也愈来愈少，然后有手机之后就会有这种危机产生。这种危机因为有讯息，然后就会有这种相关的危机产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的东西，就其实就像讲咱今嘛咱伫电视节目在讲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教育。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全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在这边。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不是讲第一个讲这个媒体素养的这类的，因为咱不厌其烦，然后根据现在的整个科技的一个进步，我们能够越来越讲诈骗的手法愈来愈多啊，今嘛本来较多，今嘛比得愈多，然后未来一定是更多。所以我觉得是我们一定就是诈骗的手法一直在进步，在精进，但是我们的教育也要一直范围要扩大，而且我们要不厌其烦在各个管道，不用伫电视节目啊好，阿公用刚才局长讲的那个事实查核中心，其实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那么讲迄个咱赖某几种micropen 这样的方式，micropen 他刚那个当做，因为他每天都有一个最新的这种所谓的假讯息提供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娱乐，一个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一些娱乐的讯息。就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一个媒体素养教育其实会越来越精进。然后我刚刚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无论在哪里都要保持怀疑的这样子一个精神，然后呢，都觉得这可能是诈骗，这可能是诈骗，然后呢，包含我们要手机看到亲戚转给我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你要不要再求证一下？所以现在求证很重要嘛。其实你把这个讯息把它丢到网络上面 ，Google 真的是那个所谓的事实查核中心，伊都会给你判定讲这个讯息到底是真的要假。其实我觉得。那么你用 Google 还是用上面回去查一些相关讯息，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讯息你觉得好像怪怪的，你就把它那个 copy paste 这样子复制，然后贴上，然后去确定这个讯息是怎样。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全民教育的一个媒体素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了。对啊，教授讲的，就是其实有很多我自己身为媒体工作者，然后我自己看的都觉得半信半疑，然后说，是真的吗？然后我现在就会直接把它 copy， 然后贴上 Google， 一找他就会跟你说，这是几年前就已经流传过的假消息，那这样就比较放心了。那有时候查完是真的，对不对？这样子你就可以辨别真假。所以区长其实像在你们区啊，基本上这些老大人来分享那个早安图问好，这是很好，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感情的联系。但是有时候分享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有可能是假的啦，是不是也会被诈骗？对，的确所以我们在讲，大家应该要有安尼的一个习惯啦吼，把这个诈骗一个意识吼，应该大家拢要有安尼一个意识啊。像我个人嘛是拢会有这种情况，我就讲。
我发现我去查证之后发现有些讯息它不一定是完全错的一个厉害这诈骗个厉害，伊内底给你包一寡真真假假，有的是对的，有的是唔对的，给你夹做伙，给你去疏忽讲，你看到跟看到讲，可能是对的，你甲传出去啊，那你传出去，同时你就是病原体的传播者啊，所以这个部分伫阮的我头你讲社区的课程啦，是讲学校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嘛是有当咧含咱的学校。校长在讲这个问题，其实更重视这块因为真正讲真诶，大家手拢一支无手机啊，那就无法度过生活相共真正像你逐项物件，包你购物啦，你叫物件入来，然后还是你相关的一些讯息的取得，其实拢对这支手机来，所以这支手机你讲有重要无？更重要啊！所以咱的讯息一定要正确，所以要利用各样的一个宣导啦，包括咱的教育内底拢要有安尼一个情形啊，真正拜托咱这少年的一定要甲咱这个。长辈一定要甲因讲一寡新的一寡诈骗的手法，一定要互因知影这个部分拜托大家。对啊，哇，老师，那你这样子每年你要教课的内容都是不断的更新。对啊，一定啊。所以你都要去发现很多就是那个真假讯息的部分。有对迄阵讲一个足重要，基本上你知道，这个 AI 基本上偌恐怖你可以说，我们先把一个真实的新闻，把它 copy paste， 就是所谓的。复制贴上，然后呢，前面再用一个指令，就是说，请加上一些那个什么什么，我要再加上怎样的讯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讯息。对。现在很多东西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它更难分辨是真假。对，就是说 AI 现在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把真假讯息把它套这几会，然后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所以现在这种所谓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我觉得很多，他们没有那么聪明就是他们很多都运用 AI， 然后去创造一些 AI 很聪明，对，越来越厉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年轻人真的很重要，你自己绝对不要受骗，一定要存怀疑，但是你也必须要协助你们的长辈去这种 fighting， 我们一直在讲 fighting， 就是所谓的。抵抗啊，去战胜这些相关的一个假讯息，所以其实我们每年我们案例很重要，我们都会请同学去来，每个人能够举出几个案例，然后来在我们课堂上面分享，然后你必须讲说这个案例到底它的虚假的部分在哪里，那我们你是怎么求证出来的？我觉得就这样子，可以鼓励年轻人，其实他也可以得到分数，而且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生活的小常识，而且我们在课程上面，我们也会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讯息，你这种所谓的打击假讯息的这个要去做一个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像我一直强调所谓。现在的媒体素养绝对是个全民的一个素养教育，真的。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往前推。真的。所以其实对教授你们这样子一直在宣传这个我们的媒体识读的人来讲，真的是挑战也很大像你刚刚讲那样子用 AI 放进去，我根本就无法分辨。对啊，所以你们在教这些学生方面，其实也是越来越困难，对不对？哇。对啊，就是我们在看到作业到底是不是 AI 什么的，其实我们都必须请他们诚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呢，就是说，请问你的文章是怎么创造出来？那如果说有用 AI 的话，你是哪一部分请 AI 什么？就包括我们的学术界，其实现在也都有这样子，对，必须要提出来。对你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过程那我觉得再讲一个，其实我也刚刚。我从一个性别平等的一个，我刚刚处理完一个案件是有关于性别平等，反而台湾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法律其实反而是很完整，对，比较完整，对，非常严整的，所以说只要遇到那种所谓的一个性别平等相关的案例，像那种性骚扰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情形的话，马上我们就会根据这些相关的一个法律，然后去开一些相关的会议，然后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的。那我觉得我希望说，让媒体素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出来。因为我觉得有这样子一个法律规定之后，其实我们这种底下公这些公安上面打击假讯息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加上法律的相关的一个合作跟结合的话，
那我觉得那会更相得益彰。对啊，就更有力量，对不对？哦，要不然的话，就是其实他这个假讯息还有假新闻等等，还是很难去管理，很难去处理。是。对啊，那你叫一般民众怎么去分辨？因为像我们就是平常都还有在接触的人，有时候他就觉得说我无法分辨真假，那你叫一般民众怎么去分辨嘛？对啊，所以教授讲得很对，这方面我们就期待，就可能立法方面要来努力一下。期待。哎，真的好，那我们在节目最后，那就请2位来宾哦，就针对我们今天说啊，这个可能媒体识读在推广啊，那时代的不同哦，现在都结合了 AI， 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教民众好好的去要培养自己本身的媒体素养媒体受用这个能力，自己要有这个能力，具备这样的常识，你才不会被骗嘛，对不对？也不会被恐吓等等的。好，我们先请教区长。我想相关的资讯真正是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所以咱对于相关的资讯，咱真正是袂使完全的相信，一定要去做求证对，尤其是一寡相关于家己的权益的部分包括你可能有经济的部分人身自由的部分有安全的部分，这个部分一定要去慎重因为有的物件咱在阅读拢知道，咱看过就过去咱袂去甲要伊，但是有一寡较特别的物件，你一定要慢求证，甚至爱去。找看嘛，看相关的资料到底是安怎的一个情形袂使大家拢有这个防诈意识每一个拢是打诈国家队，每一个拢是咱的台南打诈队所以这个部分拜托大家一定共同来努力。对啊，然后像刚才区长就是说，你自己接到那个信，对不对？然后你就自己站出来开记者会，所以你是不是也要鼓励民众的？讲咱无的这代志，咱跟你无做，咱唔惊。而且上盖好，你是家己当去讲给人听，这样子的话才会避免说有更多人被骗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咱即马目前我像37区内底应该有当下买。等到那些谭爱珍女士对，我们台南市政府那的警察局大使啊，对，没错，是咱的台南市的打诈大使，修改一个是现身说法所以我要给大家报告就是讲，你去人骗去，你是受害者所以你免惊吓你免感觉歹势，感觉讲咱去人骗去，感觉去骗，其实是袂拜托大家一定要徛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现身说法，像我安尼，像咱谭爱珍女士安尼，把这个物件讲出来了后其实和大家都。更能够感同身受，我想这部分真的非常的重要了，真的需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耶。对啊，尤其你们是名人嘛，区长名人，谭爱珍女士也是名人，然后他们出来讲，大家就会注意说，哇，区长跟那个谭爱珍女士都遇到那种诈骗或是恐吓的事情，你弄出来讲给我们听讲原来名人也会被人家这样子骗，或者是被人家这样子改恐吓呢，所以得就是加深他们的印象，对，所以自己会提高警觉嘛，对，这样就非常的好。好啦，我们教授。那阵我忘了讲一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有3个字叫很重要，叫演算法。演算法就是咱手机咱大家讲什么话手机拢知影所以有当时你会蹦出来，我想讲最近要买一个鞋要买一个球鞋，就没想到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讯息出来，怎么都跑出来都是这个讯息啊？怎么那么了解我？这 AI 这个时代那个演算法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我觉得了解之后，然后也开始去了解它、运用它，然后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结合。但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讲的那种，要有一个怀疑的心理，甚至我觉得要有一个相互比对，就是说你又有 Google， 然后又有相关的什么 MyGoPen 也好，或相关的那种事实查核中心，你遇到一些你觉得怀疑的东西，而且又危害到我们自己的权益利益的话，我觉得你必须去做这种相互比对的一个动作，绝对不要只单靠一个媒体。起码只单靠一个媒体，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我们能够更所谓的你的好朋友变成有很多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其实是做一个多元的相互的一个比对运用。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除了你自己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快乐的话，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科技的时代，我们必须去面对它，然后去好好运用它，然后去享受它。这大概是我在 AI 时代，我想就是衷心期盼的一个大家都要有的一个素养。是啊，教授，你刚刚讲到那个演算法，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的网络然后你去用什么，你去点过什么东西，他就知道你的喜好，对不对？做恐怖的对啊，然后你去旅游网站逛一下，接下来通通都是旅游全部你的手机都出现那个旅游，对不对？太厉害了，真的。所以教授现在这个演算法真的是超级厉害。对，就是 AI 时代。
真的是必要之恶还是必要之善，只是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它已经变成有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来临了。对啊，所以其实对民众来讲很方便了。我最近对什么有兴趣，他都帮你把资料找好。但是要小心，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因为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可能就趁虚而入，他就会弄了一篇假的藏在里面哦，里面最优惠的、最棒的，然后慢慢引你上钩，就被骗了。所以这个演算法就是刚刚教授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贵宾到咱这部当中，所以咱观众朋友如果你有认真看咱的直播吼，请你要这个停看听，然后跟你的长辈讲有哪些诈骗的情况，然后大家真的是每一种你都要求证，不管是什么新闻哦，除非就很正统的那种，你是可以不用去求证，因为他们要负责嘛。对。但是有一些怪怪的那个什么自媒体或是什么网红在讲什么的，你真的要去求证，要去查证呢，才不会说被骗了、被误导了哈，然后害到自己。好，再次感谢咱两位贵宾到这部当中，谢谢区长，也谢谢教授，谢谢。好，咱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直播底下个一段了，咱再会。